點解揀西貢？好簡單，我覺得西貢係全香港最靚，因為我哋會覺得泰國紐西蘭個個地方可以因為個大自然吸引咁多旅客去當地，咁 why not 香港唔得啫？咁所以我哋係好相信呢件事嘅。我哋嘅理念係將香港嘅大自然、香港嘅山海、香港嘅靚推廣俾全世界。喺創立呢間公司4年之前咧，我已經係一個 YouTuber 嚟啦，但我 YouTube channel 咧都係拍緊一啲香港大自然啊、秘景嘅嘢啦。咁嗰陣時點解會拍個 channel 咧？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咗紐西蘭。咁你知紐西蘭最出名就係啲山山水水㗎啦。咁其中一座山我行到上去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佢固然好靚啦，但係更加令我諗起，咦，香港都好似有啲好靚嘅地方，但係一直都冇人識得包裝喎。咁所以我就 quit 咗嗰陣時份工，就翻到嚟香港咧就全職開始拍 YouTube，就周圍去行山、出海去俾香港人知道啊，其實香港都好靚。咁所以嗰陣時就同我男朋友啦，就創立咗呢間公司。我哋嘅導賞團嘅優勢有好幾樣，第一就係我哋不受時間限制，只係因為我哋基本上每一日都有團嘅，只要你報，我哋就有。第二就係其實過往嘅地質導賞團啦，佢哋係用啲大嘅船嘅，但係我哋係用快艇。咁快艇有一定嘅速度之餘，亦都佢個身形比較細，咁個體驗係完全唔同啦。你睇嘢都唔同咧，我高頭你睇到6個柱石，同你離遠成10幾20米睇到個感覺已經唔同噶啦。第三樣嘢好重要啦，就係我哋嘅導賞員，即係我要嘅導賞員係全部都要同埋我founder一樣，係一樣好中意香港。因為你要表現到你好愛香港，你先可以令到你參加者感受到嗰件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導賞員，我相信嗰種熱情，其他嘅團體係好難去模仿到嘅。嗱，其實我哋又比較特別嘅，因為咧喺間公司嘅創立第一日咧，我哋只係用咗1萬蚊揾個 friend 搞咗個網站，咁其餘就係用咗我哋嘅時間。其實真係錢上面咧，我哋係冇乜投資，但係我可能有一個托奶啦，有個優勝位就係本身我有一個比較多人睇嘅 YouTube channel， 而啲觀眾其實都好清楚我係幾有 heart 去推廣大自然，所以一開頭已經集咗一班嘅支持者，呢個係比較大嘅優勢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喺頭幾個月，我哋嗰1萬蚊計已經回咗啦。咁但係到後來去到我哋開始搞團咯，以上年為例啦，我哋最高峰嘅時間可以1個月嘅淨利潤係接近20萬嘅。如果單係我哋最升嚟除咗個火山4棟團咧，我諗我哋幾個月內應該出咗2-3千人咗咯。但係今年我哋覺得嗰個唔係最高峰嚟噶，我哋今年嘅 target 係1萬人，我哋1萬人。我嘅願望啊，對於公司嘅願望好簡單嘅啫。每一個嚟香港嘅人，啱啱我都有講就係，你一定會坐天星小輪，你一定會迪士尼公園，一定會海洋公園。Top 10 things must do in Hong Kong， 其中一樣一定要係參加導賞員到訪香港地質公園。呢個係我哋嘅夢想咯，就係每一個人都可以認識到香港嘅大自然有幾靚。